機械人速遞第63個賽日，4月16號，跑馬地夜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740，開跑時間184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3匹，入圍1匹；落飛提供15，入圍10；回飛提供10，入圍6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3場7號貓山王，全飛拉動5.52；第6場6號翠紅，標籤係古惑，拉動8.05；第8場7號連冠王，拉動5.24；第9場4號臘八村，標籤係直播，拉動5.71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6號謙謙君子，全飛拉動1.79； 7號快樂奇兵，標籤實力，拉動1.52； 12號鑽色翱翔，標籤古惑，拉動1.53；第2場10號管之友，標籤高基，拉動0.04； 11號幸運同行，拉動0.38；第3場1號得意佳作，標籤係古惑，拉動0.41； 8號一生好彩，標籤小心，拉動0.51；第4場2號有愛心得，標籤古惑，拉動0.9；第5場12號銀皇輕標，拉動0.88；第6場5號勇霸龍，拉動2.09；第7場2號心裏有數，拉動0.38； 8號光輝所願，標籤實力，拉動0.53；第8場2號多利神驅，標籤古惑，拉動0.01；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3場6號奮鬥輝煌，全飛拉動-1.62；第4場1號撼天鐵翼，拉動-2.52； 5號勇威神驅，拉動2.02；第6場7號安康萬里，拉動2.14；第7場11號樂河，拉動1.8；第9場9號紅海勁，標籤實力，拉動2.53。攬馬系列突擊馬第2場4號歡樂老窩，非佔比7.99，全飛拉動-1.18； 6號捷足奔馳，佔比7.54，拉動2.54；第5場12號銀皇輕標，佔比8.49，拉動0.88；第7場6號好節拍，佔比8.03，拉動1.06；第8場3號快搏，佔比8.26，拉動2.24； 4號好精神，佔比8.26，拉動2.24；第9場3號唯美主義，佔比9.38，拉動-0.03； 7號智勇名區，佔比8.77，拉動2.07； 8號聖意，佔比7.35，拉動2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